自2005年，台湾建立来到这超高龄社会，为着要鼓励时代较接出门甲人交流，新定呢，着民间团体举办写毛笔字活动，除了互时代人呢出门来熟识朋友，也会当来参与社会活动，甚至有一寡时代讲，这是因头一届用毛笔来写字。用毛笔认真写字，时代拢笑甲足欢喜的。哪写字，跟哪开讲，生活加趣味真多。来参加活动的时代，有人阁是人生当中头一届写毛笔，有时代讲感觉真趣味。很有趣，有这个精神来去学习。现在年纪大了，眼睛也花。手脚没有那么灵活。很多长辈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读过书，没有读过书，那可能甚至也没有拿过笔。举办这个大型的活动，就是带长辈走出家门，那跟人群多接触。这是新竹民间团体举办的写毛笔活动，就是希望让时代人出门加熟识朋友，也来参与社区活动。有中医师指出，写毛笔唔会使放轻松心情，因为写字爱动脑筋来叮当手的姿势，会当刺激人的大脑活动发展，也当预防失智症发生。不管说是写毛笔啦，或者是说多用一些手脑的一些活动，甚至有些做一些像填字游戏，或者是说跟亲朋好友打个麻将等等，基本上活络自己的脑部，让头脑也用，手脚也运用，那基本上会比较避免失智症的一个情形。华山基金会讲，面对超高龄社会，因透过这款活动来鼓励时代行出门，增加社会互动，让阿公阿嬷知影家己并无孤单，健康120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